这儿会不会太短？然后因为我看到那些在短发的话，可能会都有一个那个，就现在的侧刘海啊，但我不晓得我适不适合。小把子刘海嘛。就它是可能是偏它刘海会比较长，然后会侧到一边。你要这种的。是吧？类似这种的。但是之前我感觉我也还是挺高的，但是他们说我有刘海可能也不太合适，因为风格不太适合。你平时走哪种风格偏多一点？你希望你给人感觉是偏酷感一点、高冷一点，还是偏就是乖一点这种风格？喜欢的是乖一点的，但是我可能不是属于那种，因为我妆也不会很浓，不太会化。那你平时穿衣风格呢？就是休闲吧。剪到这儿。这儿会不会太短？我给你分析一下，为啥子我说你剪短发长适合？你看，你这样子撩起来，跟放下来这种感觉，其实你是更适合把脖子露一截出来。所以我说给你剪到这个位置，刚好这个脖子位置在这儿，你看这两边这种视觉的感觉，是吧？而且还有一个就是，其实短一点，因为像你平时还会用夹板去夹嘛，其实会对你来说是更简单一些的。其实你是更适合把这一块露出来，因为其实你这一块算是你的一个优点，就是肩颈这一块，就是线条比较好看。只是说你头发多的话，我们去考虑到就是在修剪上把你那个发量的量拿掉的同时呢，不会让你头发跑得太厉害，是吧？对，就是说。所以那个是我们去考虑的。因为头发太多了，我朋友也会说，我如果剪到很短的话，他会头看起来很大。对，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去考虑的。如提前10步入電梯，誰又被錯過？和某某從來未預約，為何能見更多？全城來撞你，但最後處處有險阻。只差一點點，即可以再會面，可惜偏偏剛剛擦過，十面埋伏過，孤單感更赤裸。總差一點點先可以再會面，彷彿應該一早見過，但直行直過，只等一個眼波，軌跡改變角度交錯，寂寞城市又再探過，天空閃過燦爛花火，和你不再為愛奔波，總差一點點先可以再會面。这个唱的跟这个短的放過，現在懲罰我分手分錯了麼？分開1000天，天天盼再會面，只怕是你先找到我，但直行直過，天都幫你去躲，躲開不見我。